今天我們要深獲一個全球超百萬用戶信賴的貴金屬交易平台金明中國。最近後台好多小夥伴私信問，這個平台到底靠不靠譜？作為資深投資人，我帶住你們的疑問，耗時3個月，從監管資質到用戶真實反饋，全方位實測。現在就把乾貨全部分享給你們。投資安全是第一位。金明中國作為香港黃金交易所 C 類084號行員，這可是最高級別牌照，允許實物交割和電子合約交易。每筆 0.1 手以上的交易都會生成香港黃金交易所認證的交易編碼。你們可以隨時在官網查驗安全性，直接拉滿劃重點。金營 APP 集成了實時行情、智能預警、專家直播等30加功能，比如這個一鍵平倉功能，在市場劇烈波動時，訂單執行速度低至毫秒級，幾乎感受不到滑點。而且平台最近升級了 AML 智能檢測系統，全方位保護你的交易安全。和市面上其他的平台相比，金明中國的點差更低，贈金活動更實在。比如現在新用戶冊就送3萬美元模擬金，完成首筆交易還能領100美元現金券，而且平台支持0.01手微型合約，學生黨也能輕鬆參與。綜合來看，金明中國是一個合規、高效且不斷進化的平台。如果你追求低風險、高透明度的貴金屬投資，它絕對值得一試。記住，投資有風險，理性決策最重要。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點讚、訂閱，我們下期再見。